国防部今日公布，中国军机过来7抓，军舰过来3抓，有一粒气球飞过咱北部的近海。另外，华府的智库有甲咱国防安全研究院合作，请专家来开拓台海局势。超过半数都认为，中国伫咧这5年以来也无再调拍台湾，不过有可能会对咱的选举结果无满意，伫咧今年搁再发动台海飞弹危机。台海无平静，中共连日来侵扰台湾，国防部23发布查到强机7只，其中1只超越海峡中线，加上共3只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另外有一粒空飘机龟仔挖近台湾北部的近海，位伫归人西方88海里，对共军一直制造冲突。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甲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合作，邀集台湾甲美国专家分析台海局势。超过半数台美专家认为，中共5年来无再调侵犯台湾，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无悬。放气球算不算军事行动，或者是他的战斗机，或者是他的飞机飞接近我们的 ADIZ 这样的一个飞行，算不算军事上的行动？我个人是认为，现在对中共来讲，他会采用的是一种类似挥区作战的方式，对我们产生一种威胁，但是还不至于会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战争。华府智库报告指出，中共即阵欠缺对台湾发动有效的两侧入侵，不过因具备封锁也是隔离台湾的能力，未来5年来可能采取隔离的手段，交由中国海警、海上民兵介入，对台湾的商业活动施加压力，限制货物入台湾，也无排除共军主导联合封锁。另外，台湾选后牵动两岸关系，超过一半台美专家认为，中共若无满意选举的结果，今年恐惊佫出现1996年台海飞弹的危机。1995年、96年的那种武吓的行动是警告台湾不要选举投给谁，但是现在是选举的结果已经确定了，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，或者是很没有面子。我不认为会回到1995年、96年那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行动，甚至于不会到2022年裴洛西访台以后的那个行动。新民社所长讲，中国要缓和中美的关系，无啥可能对台湾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演习，避免发生意外，和印太区域紧张局势升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